依家嘅空氣污染咁犀利，加上成日電髮染髮嘅頭髮真係好易受傷。相信好多姊妹都試過自己頭髮又乾又寒，但係試咗好多方法都無法回復順滑健康。等 Eva 幫你解決問題啦！呢個髮膜就好似幫你喺頭髮做咗個深層護理咁，即刻變得順滑又有光澤，梳頭仲唔會打結添。特別加入歐洲有機認證嘅馬卡專利成分，滋潤頭髮，仲可以深層修護受損嘅髮質。一個足足有成500毫升咁多，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用，勁抵啊！用法都好簡單，洗完頭之後輕輕揸乾頭髮，搽上適量嘅髮乳到髮中至髮尾部分，等咗3到5分鐘後用水沖乾淨就得噶啦。如果你都想你嘅頭髮好似廣告 model 咁樣，又健康又靚，立即揾 Eva 訂貨啦！過埋今日就截單噶啦，仲有免沖洗版本，旅行出門超級方便，去到邊都有美麗嘅頭髮，正啊！